呢個視頻會同大家分享喺廣東嘅佛山最大嘅海鮮批發市場瀛海水產交易中心食海鮮。各位朋友大家好，位於佛山嘅瀛海水產交易中心，佢係喺2026年嘅6月份先至係全面正式開業。成個水產交易中心佢嘅建築面積有成22萬平方米，而當中嘅商戶有過千檔。廣州舊嘅黃沙水產交易市場已經搬遷咗啦，有唔少嘅商戶都搬咗嚟瀛海水產交易中心呢度。成個海鮮市場有眾多嘅海鮮你可以買，買完之後你就可以攞嚟隔離嘅呢一間酒樓加工。暫時嚟講喺瀛海水產交易中心呢度，暫時只有一間海鮮酒樓，佢嘅名就叫做瀛海海鮮漁港。呢一間酒樓係喺瀛海海鮮交易中心附近，算係一間相當有規模嘅大型海鮮酒樓。佢嘅位置就喺瀛海水產交易中心入邊，佢哋嘅名被稱之為係瀛海海鮮漁港。你除咗可以喺海鮮市場入邊買海鮮之外，亦都可以喺佢哋嘅漁港呢度採購海鮮。成間酒樓一共有3層樓咁高，酒樓嘅面積相當嘅大。一入到嚟喺酒樓嘅右手邊就係一個超級大型嘅海鮮池。除咗海鮮之外，佢哋仲經營住好多傳統嘅粵菜，各種做緊推廣打折嘅應季嘅菜式，全部都引晒出嚟，相當嘅搶眼。海鮮嘅品種超級嘅多。上一次我哋年尾嘅時候就過咗嚟呢一間酒樓，自己攞材料嚟加工，仲未幫襯過呢度嘅海鮮。呢次就係同朋友一齊喺呢度聚餐，食呢間酒樓入邊嘅海鮮，唔係自帶食材啦。海鮮嘅種類相當嘅多，海鮮嘅價格明碼標價。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對比一下佢哋嘅海鮮售價。呢一間瀛海海鮮漁港，佢哋喺佢哋嘅周邊地區口碑係相當嘅唔錯，唔少附近嘅街坊都中意過嚟飲茶食飯，因為同附近嘅其他酒樓比，呢度嘅環境睇起身比較大氣，坐住就相當嘅舒服，而且停車方便，價格適中，所以呢間酒樓有超級多嘅附近街坊回頭客。因為呢間酒樓佢嘅位置就係喺水產交易中心入邊，所以佢哋有住非常優越嘅地理優勢，水產相當嘅新鮮。有條好靚嘅芝麻斑，一於就買咗佢攞嚟蒸。好，跟住再點返啲大元貝，用傳統大家都中意食嘅整法，蒜蓉粉絲蒸。一斤都得啦，係。1斤啦。1斤好嗎？夠啦。呢個海鮮都有其他炆嘢炒菜。今日我哋食飯喺3樓，佢哋除咗個廳夠大之餘，仲有幾十間超級大型嘅房。咁樣嘅裝修環境喺佢嘅周邊附近，可以稱得上係冇乜對手㗎啦。酒樓入邊超級嘅光猛，有唔少大型嘅圓台有台布。呢度嘅環境眾多嘅老港都中意。今日我哋飲自己嘅獅紀茶，嚟自台灣嘅高山茶。呢個品種嘅茶我哋都係第一次飲，味道唔錯。廣東人嘅聚餐無雞不成宴，第一道菜上嚟嘅就係雞。雞嘅整法就係葱油淋，一隻168蚊。除咗有葱油之外，表面仲有炸過嘅薑絲。食雞嘅時候要同上邊炸過嘅薑絲一齊夾住嚟食。夾咗俾自己多謝多謝多謝。最中意呢啲對身邊嘅女士照顧有加嘅男士。炸過嘅薑絲同埋葱油嘅味道好香，美極冰鮮膏油。呢種大膏嘅魷魚，如果係喺我哋鄉下整嘅話，最中意就係攞鹽水嚟浸。用美極嘅方法嚟整，亦都係相當受大家嘅歡迎，因為佢食嘅時候入口就會特別嘅香口一啲。我發現我哋廣東人中意用公筷嘅習慣值得表揚。魷魚唔係好大隻，但係好實淨，咬開入邊全部都係膏。經理介紹話佢哋呢度嘅薑油菜式比較出色，有薑油水魚同埋薑油鴨，我哋就點咗一隻薑油鴨。跟住嘅呢一道菜就係經理推薦嘅佢哋呢度必點嘅菜式，鮑汁黑豆腐，一粒48蚊。老廣都非常中意食嘅傳統粵菜，蝦子炆柚皮46蚊一份，沙薑炒大梨68蚊一份。喺過年嘅前後，好多老廣都中意點呢一味好意頭嘅菜。蝦子炆柚皮，柚皮炆得夠晒化，食入口中夠快都夠柔潤。只有真正嘅老廣先至識欣賞呢一道菜。
唔知道睇緊視頻嘅你哋又鍾唔鍾意食炆柚皮呢？總之我自己就係超級嘅鍾意。添加自己整嘅鮑汁黑豆腐，豆腐切件之後放入油嗰度，用油拉下佢先，等佢嘅表皮起晒焦之後，跟住再同鮑汁一齊去炆。食入口中嘅時候就係外層索晒啲味，入邊嘅豆腐咬開又係非常嘅嫩滑無比。呢道菜都冇放肉，只用鮑汁去炆，但係炆出嚟就非常受大家嘅歡迎，大家都話仲好食過肉啊！喺盈海海鮮漁港呢度，佢哋嘅主打就係整海鮮，但係你亦都可以點一啲其他嘅粵菜菜式。薑油嘅整法可以整好多嘅食材，以前就係最興攞嚟整蛇、整水魚，今日就係整薑油飛天鴨、上湯豆苗，42蚊一例。好多人鍾意喺過年嘅前後食呢一道菜，炒大利，寓意大吉大利。呢個青菜就叫做銀心苗，整法就係用蒜蓉去炒。你哋睇下呢一間酒樓，幾受附近街坊嘅歡迎，全部坐滿晒。下邊嘅海鮮仔話呢一條芝麻斑係今日返嘅靚貨，只有一條，重量就有2斤重，售價168蚊一斤。呢條魚就係336蚊。靚嘅魚食起身肉質就確實係唔同，肉質食入口非常嘅緊實，魚嘅肉就好似食緊扇子肉一樣，一塊一塊嘅。經營一間咁大型嘅海鮮酒樓，佢哋蒸魚整海鮮嘅手勢點都唔會差得去邊，豉油嘅味道調得可以。只要食親魚，我都鍾意食魚腩嘅部位，嫩滑之餘帶住少少嘅油脂，入口特別嘅香滑。好食嘅豆苗一定要夠嫩。今日嘅豆苗好靚，留意睇佢大塊嘅部分非常少，大部分都係豆杯。豆苗嘅選材要嫩，做嘅時候仲要加入動物嘅脂肪，佢食入口嘅時候先至會香。最經典嘅整法就係用雞油炒，今日用上湯浸，亦都非常嘅好味道。銀心苗呢個青菜嘅選材非常嘅讚，入口嘅味道超級嘅嫩腍甜。蒜蓉粉絲蒸元貝，按照人頭去點嘅。今日呢一大碟元貝一共就係245蚊，售價係98蚊一斤。海鮮最常見嘅整法蒜蓉粉絲蒸，亦都唔係間間店整得好味㗎。留意睇我哋廣州人嘅整法，有金蒜銀蒜。仲記得前一段時間喺五邑地區食嘅嗰一間，全部只用生蒜，味道食起身梗係冇我哋用金銀蒜咁好味啦。可以理解為唔同嘅地區對唔同嘅食材整嘅方式都唔一樣。一齊蒸嘅粉絲索晒金銀蒜嘅香味同埋元貝嘅鮮，我自己超級鍾意食呢啲好入味嘅粉絲。跟住我哋仲灼咗1斤嘅蝦，天然沙蝦108蚊一斤。唔好提簡單嘅蝦，質量唔同嘅蝦食入口中味道完全唔一樣。養殖嘅蝦價格平，肉質入口就係木木獨獨，一啲鮮味都冇。而天然嘅海蝦肉質先至係鮮嫩彈牙。今日我哋仲點咗鮑魚，鮑魚嘅整法就用咗椒鹽，10頭嘅鮑魚一打就係136蚊。椒鹽嘅整法非常特別，入口嫩彈之餘仲係特別嘅香口。呢種整法適宜攞嚟送酒。所有點嘅海鮮同埋其他菜品已經上齊，跟住我哋就上主食。壽桃同埋叉燒包係我哋自己帶嚟嘅。壽桃嘅外形做得相當嘅喜慶，叉燒包係松皮叉燒包，即係喺蒸嘅過程當中，將佢表面嘅嗰層皮搣咗佢，咁樣食起身包身就會更加嘅軟熟鬆軟。想食到好食嘅壽包，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買壽包同埋蓮蓉包嘅時候，千祈唔好貪平，因為你一貪平，好容易食到嘅唔係蓮蓉餡，而係取而代之嘅番薯餡。壽包入邊嘅餡有純正嘅蓮蓉同埋鹹蛋黃，入口超級嘅香。松皮叉燒包嘅包皮鬆軟無比，搣開餡有汁夠令身。今日中午我哋坐大廳食飯，茶位就係8蚊一位，呢一餐就係10位朋友一齊用餐，埋單係1604蚊。喺佛山嘅大瀝地區嚟講，呢一間酒樓絕對可以稱得上係環境舒適、收費合理。廣東人嘅良好習慣，通常出去食嘢都會打包剩低嘅菜品，絕不浪費。今日嘅視頻同朋友一齊喺佛山最大型嘅盈海水產交易中心入邊食海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點點滴滴。如果鍾意我嘅視頻，記得關注我啦。多謝你哋嘅支持。